Through there. Yes. And then tight, and You're then a quick tight. learner, yes. Right, there we go. 呢個物種曾經受到隔離，成功阻止咗佢哋同南美洲引入嘅其他獵色雜交。呢啲物種而家遍佈馬丁尼克。呢種動物主要食植物，只要唔去挑釁佢，就唔會傷害人。19世紀初，呢度有個小型甘蔗農場，仲有石灰窯同間陶器廠。On Chancel Islet, there was also an old brickworks. There were piles of pottery fragments everywhere. 佢喺1800至1830年間運作，當時仲係奴隸制度時期。嗰度生產嘅陶壺，啲人會將陶壺放喺窗台，用嚟接淡水。喺海灣嘅另一邊，拉羅斯角對面，馬丹拿小島由流過嚟嘅火山岩安山岩形成，但嗰度最吸引嘅係佢幼細嘅沙。Which has made it a popular swimming. Further south, facing François. 喺奧斯卡同蒂埃里島之間，有個叫約瑟芬浴缸嘅小色湖，風景優美，好啱游水。附近嘅佩萊島就更加細。呢度有一尊大炮，同其他島上嘅一樣，用嚟保護馬丁尼克免受海盜侵襲。而家呢度成為咗藝術家嘅居所。喺弗朗索瓦灣東角嘅色湖，當順風嚟到，氣候變得宜人嗰陣，呢度就最啱玩水上運動。馬丁尼克有好多海灘，通常係本地人叫 Anse 嘅小海灣。一直受到地區公園保護嘅大鹽灣係個夢寐以求嘅好去處。嗰度延綿超過1公里，係近乎完美嘅半圓形。呢個沙灘個名嚟自佢後面嘅鹽湖。呢度以前係鹽田，喺1965年停止生產。由18至20世紀一直推動島上嘅經濟。呢個被列為國際重要濕地嘅地方，入面有好多同樣受到保護嘅動植物。喺濕地嘅東面景觀完全唔同，仙人掌屬植物取代咗椰子樹。呢片好似沙漠嘅廣闊地帶係被熔岩吞噬嘅森林遺跡。以前呢度可以睇到完整嘅化石化樹木，所以呢度又叫石化草原。因為被盜採，覆蓋直土嘅木頭而家已經完全消失。沿住加勒比海海岸向北行，會經過一連串美麗嘅沙灘。呢塊離岸2公里嘅巨大岩石叫做鑽石岩，亦係島上一個有代表性嘅地標。呢個火山遺跡嘅外觀會隨住觀察角度同陽光方向而改變。莫斯里角嘅港口同小灣嘅清澈海水相連。
再向北少少，阿爾雷灣村已經成為網民嘅打卡勝地。教堂、海灘同碼頭嘅相喺網上瘋傳。除咗喺網上人氣高企，呢個小鎮亦都魅力十足，吸引遊客同本地人。每逢星期日，就連最隱秘嘅小海灣，例如道福灣一樣有人到訪。遊客會嚟呢度野餐同享受海水浴。再向北行，就嚟到酒店林立嘅特羅瓦伊萊。呢個城市喺馬丁尼克首府法蘭西堡灣嘅對面。將呢度發展成法屬西印度群島人口最多城市嘅決定，可以追溯到1673年，由路易14提出。當時呢度叫皇家堡，只係聖皮埃爾陰影下一個舒適嘅停船處。喺1902年，呢度接收咗嚟自培雷火山大爆發嘅災民，自此人口不斷增長。而家呢度有12萬居民，分佈於整個都會區。